佢係一個老虎，係伸隻手出嚟，係將前面嘅獵物、將前面嘅嘢攬埋自己身邊啊，所以我哋話佢係一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又係拍片時候啦。今日拍片嘅主題，你估係邊個？請呢個主角出場啦。今日嘅主角，熟知嘅朋友應該知道啊。今日嘅主角就係阿 Jack。黑虎阿贊 Jack， 黑虎阿贊 Jack 就係阿公龍坡陳賴兩個出名嘅徒弟其中一個。白虎阿贊 boy 大家都知啦，黑虎阿贊 Jack 你又了解有幾多呢？呢條片咧就會同大家介紹阿贊 Jack 嘅其中一塊牌。阿贊 Jack 同阿贊 boy 係龍坡陳賴齊名嘅徒弟啊，一個黑虎，一個白虎，兩個都有自己嘅修行所，兩個都有自己嘅徒弟，每年亦都有自己嘅歪故嘅拜師法會啊。咁而且亦都係每年廟裏邊嘅歪故法會咧，佢哋兩個都會翻去幫手，翻去主持嗰個灌頂儀式啊。簡單講，阿 Jack 就本身咧，佢係一個算係 creative 啲創作上，同埋一個藝術性強啲嘅師傅。點解咁講呢？佢個創作力係比較強嘅，同埋佢嘅老虎法修為都比較叫霸道少少啊。如果你俾佢灌個頂或者大個嘅牌咧，你會感受到嘅。講翻 creative 創作嗰方面先啦，佢有佢自己設計嘅老虎系列，嗰一系列嘅老虎咧都係屬於佢自己嘅設計。以之前嚟講咧，我記得就去到44隻老虎，包括已經封存咗嘅第一隻老虎，同埋封存咗之後改版嘅第44隻老虎，一個師傅有屬於佢自己嘅44個老虎系列，仲未計佢嘅老師。佢可能佢有做過嘅，有設計過鷹神或者設計過精作各樣嘢成呢樣嗰樣，單淨係老虎咧就已經係有44隻咁多啦。你個人都黐唔到44隻老虎啊，所以你話幾厲害？今日講阿 Jack 咧，除咗介紹佢俾你哋識之外咧，亦都要講佢嘅專牌啦。咁講佢專牌究竟係講喺邊專咧？哇，事不宜遲，就俾大家睇一睇啦。要講嘅就係我而家面前嘅呢一專，睇到。呢一個咧係屬於2564年啊，黑虎阿贊 Jack 嘅一期猛虎自身啊，喺佢自身嘅背後咧，佢嘅一形虎嗰個形態嘅師傅喺前面打坐啦，後邊就係一形虎，寓意個老虎係將前邊嘅一啲獵物啊、食物啊係掃晒埋自己身邊，即係好似賭錢掃香咁樣，納錢將啲錢納埋你自己身邊，你可以咁樣去理解啊。你而家望到呢一個咧係一個香港功德版，呢個功德版咧係我哋喺上年2567年嘅時候同阿贊 Jack 協商咗，幫佢喺修行所籌款嘅時候咧，特登做嘅一個版本啊！呢個版本亦都只有我哋有啊！轉翻前置鏡頭俾大家睇一睇。好啦，轉翻前置鏡頭俾大家睇啦，而家你就望得會清楚少少啦。你見到本身佢嘅造型就係阿贊 Jack 一個打坐啦，跟住攞住個灌頂頭啦，跟住後邊就係頭先我哋講屬於阿贊 Jack 嘅一期嘅老虎形態。呢隻老虎係已經封存咗噶啦。呢一個咧係2564年當年阿贊 Jack 喺泰國官方出嘅一個自身啦。咁呢一個牌咧喺2564年當年，除咗阿 Jack 本身之外咧，龍坡陳賴亦都喺廟嗰度幫佢加持過啊。後邊係咁樣的，嗱，後邊就係呢隻老虎，你望到同前面一模一樣。佢係一個老虎，係伸隻手出嚟，係將前邊嘅獵物、將前面嘅嘢攬埋自己身邊啊。所以我哋話佢係一個招財，一個幫你將錢財啊搲過嚟自己身邊嘅一個意思啊。嗱，留意翻頭先我都講啦，呢一個牌咧喺2564年當年咧係已經卜石開光咗。咁啊，鑑於因為上年阿贊 Jack 個修行所需要籌錢，需要去做一個老虎嘅供奉型，所以變咗咧揾咗我哋去幫佢再做呢個牌，重新再將佢包裝做一個功德版咁樣成。咁呢個咧就係當其時嘅功德版，同原版有咩分別咧？我哋做咗一個紫龍牙啦喺正面嗰度，後邊咧呢一隻老虎亦都做咗一個老虎嘅龍牙飾喺度，咁啊令到呢個牌更加靚仔，更加栩栩如生啦。值得一提係咩？上年2567年我哋大概6月左右我哋接咗嚟做之後咧，做完之後喺7月份適逢咧就係1年一度嘅報州新嘅一期嘅報州嘅加持儀式，呢套牌亦都有喺當時報州法會卜石開光嘅時候一齊卜石。當時嘅陣容有邊個咧？有阿贊 boy 啦、阿贊 Jack 啦、阿贊豆啦、阿贊石神啦、阿贊普兒啦，跟住有老師近撇啦，有好多師傅喺度，黑阿贊公都喺度，有好多師傅喺度一齊加持開光。咁其實除咗嗰個法會之外咧，喺法會前咧，龍坡陳賴亦都幫我哋將呢一套牌去再卜石咗，所以呢套牌咧係比原來嘅版本咧卜石卜多咗2次。力量上比原來嘅版本更加強啦。早兩日已經有啲朋友仔分享話，喂，戴咗之後感覺良好，係
感覺到係有個力喺度，同埋亦都有啲之前咧，阿醬 Jack 上年嚟香港嘅時候揾佢似乎咧，哇！似乎之後師傅加持完都 feel 到嗰個似乎係有個力量喺度湧現啊，同埋尤其是灌頂嘅時候，如果睇翻之前啲片咧，見到一啲可能係有啲朋友上堂啊。所以你可以理解克服阿醬 Jack 嘅法力咧，絕對係唔比阿醬 boy 差，所以大家兩個師兄弟都係齊名嘅。咁我今日介紹呢條片咧就到呢度，如果你有興趣嘅，你就可以私聊，現貨喺香港。喂，有興趣就嗱嗱臨 inbox 我啦。